来，抢试茶，给他抢试茶。小鬼啊，你又带自家这个糕饼来了呀？你看，今本日糕品满槽，天下我心无限，我等下再来请你上啊！我先去招呼人他。送表归来，见多客山，都好感觉都是要，不如进在内中休息便去了。困难天涯难呐，两个人并恰郎啊，知不那不啊是啊，出现那个啦。那去呀来猜呀，两个家那讲啊，见面迎那风啊，神头啊发啦，奇怪，人群复杂。山高九流前来采机，为何一位姑娘容貌出众，气质高雅，又以一类的莲花，其孤身骑的个白国行，莫非其是这个电影么？哎呦，唔会查啊！伊家细妹坐家顶。等到少爷嘅面前等，阿妹木竹太太俩，亲像安家计求等。哎呦，少爷，做咩？你嘛拜托一下，像有顶安泰，我惊死你呐！含起路来叫啊叫，将了少爷身份叫，叫到少爷跪身表。叫噗噗噗声飘飘，来，聽下下，我條要好好送你。嘿，光風搖來接唔追，叫啥看到濕啥愛。所以啊，係10年看到9年愛，唔是輕人來做媒，見家招來送做袋呀，送做袋。來，哈，聽下下，我點樣好好通下你？兩位太爺，唔知佢做乜解？幾個供養人家，才兩位佢嗰邊衛生就真可憐咧，上人不老佢欺負啦。哎，講嚟欺負人啊！
你想要死咧嘛？咩？老妹，两位太呀，两位姑娘家嘅家中最近係有困難，請太陽兒就冇留佢為難。哎，头家娘，我是金过你哦，我多管闲事，那么咋？我本日生日失足。看到。哎呦喂呀！哎呦，好，超用虫，嘿嘿，第一表叫嘅崔永松，这样好咧。记得哦，老先生，广家嘅人啊，搞清懂我啊。有呀，师傅长，系本少爷，叫声，你，老人记得，姑娘，小心啊！叫声。小心！阳风一片天仙明，姑娘温柔有仙定。在胸襟。邱公子啊，邱公子，你来了呀？家下真是多谢你创意相助，免得我本姑娘还会自己来通诉。那丢人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人世嘅觉悟，人称强野路15。你开嘅下山，去用记条的来每年前来南山来。邱公子啊，你就莫提嘞，你还全系过去功夫之事。对嘞，基本日还系强用吗？从根本日就一切到以往强用咯。好，今日去准备。奇怪呢。方才这位姑娘，佢唔知係乜嘅身份，阿那麼，等下我哋個條家娘嚟就地了。邱公子啊，來，你愛嘅小茶，我已經準備好嘞。多謝，係講條家娘。那有事情想我來請問你啊，頭先這位姑娘，佢恩多乜嘅名，佢係何方人士？你跟做電腦嚟講啊？你講家下這位姑娘係麼？邱公子啊，真排斥，我哋下站雖然係包大堂，不過
我已经有答应该位姑娘，老其但抢迄势力嘅关系，我不应该私下来议论佢嘅私事啊。哦，原来迄意思，真是失礼咯。迄安样计啦？那迄新官到底个上，唔得记得，迄有嘛嘅误会希望啊？佢嘅姑娘家啊，菜粒位卖高饼为生，就真可怜咧。啊，刚好改则路慢，扮相爱欺负佢，我向前改欠佢多，我哋佢恶恰恰，竟然还会出手老挨打，哼，个毛子！原来就会意思啊！小公子啊，阿莫你抢慢用。好，多谢你。郎才貌似相配，有意为佢来作媒，可惜出花来听真啊！相信此事必系难送艰难，困难重重。唉，可惜咧。我嘅乖妹呀，只有像你呀，老树啊用啊，这把上的好模样，心情怪他的郎啊，一杯出风出堂堂，一杯出风。一杯出风出堂堂，娘是条高啊都有风，红树恩爱开难当，感谢秋家来sup用啊，年早来牛。阿妹，不定有好心事，你为何出去叹气啊？唉，就讲你千怪巧，有担心，阿妹我呀，喺度个担心，我来嘅终身大事啊！阿妹，莫负係讲阿哥記，係也唔係呀？此話用板講了。唉。照理來講，一個阿哥本事根本就唔是阿妹多操心嘛。嘅洋葱啊，籽啊，本啊，你就聽。从讲，早就有了婚友了。是啊，元旦阿妹是无想爱老二讲，啊，不过咧，也个阿爸，这2年来，几日咧，慢慢都个走亲，目的上就爱情嘅当初自不为婚嘅亲家啊。按人讲，最能情多。哎呀！嘅奈何啊！
你就该不见呐，一辈路不一样啊，那就是父亲呐。恋爱对阿公，又爱呀母嘛，爱无奈是分啊意，难事啊主啊。弟弟呀，个西马中啊，已经有爱慕啊，讲起伊我心嘛，为佢来做主啊。来记起个吧来，爱起呀妹呀，言论你切那步，来去你那我啊。随时啊，和我来呀，一个为万妹呀，地下树啊用啊，可用做浮屠啊。用真啊！阿妹有一件事情，相爱对你不得该讲，也不该讲啊。娘亲，枪手无妨啊。阿妹爱有意推你做主，将你终身匹配不我嘅永长期啊！这俺讲娘亲，你咩讲？阿哥，佢有匹配个对象了。话是如此，不过咧，对方一心全无。你看，人家阿爸万爱情片咧，俩两年就无情到，再个按用拖下去，后面啊，我耽误到你啊到世世嘅终身大事，故说咧，人家阿爸也係個美麗嘅人哦，相信阿妹啊，一定能得說服佢。下擺也幫佢兩下生錢啊，也做得為愛吵架，從中接退啊。这老爺，阿爸，做哪呀？诶，看人嘅面容，係咪有無功而返呢？嗨，
天家家有乡里。唉，你那路就会按样行，带下前途啊，你就感觉清甜嘞。哎呀，好在我个某嘢清踏实又清有效。世上啊，为了我天书做个家务事，系啊，讲到个钱柜，此个嘢客栈送果饼转来。当你就看见啊，有闷闷不乐，好歹也无发生那个事情，那么啊，我就对不起这个父亲啊。终于呀，出来。泪叫呐，好在呀个有啊人，叔叔啊叫呐，唉，看见秋桂当场有乜个心思样啊？听我讲脚进入落去。老给了解一番呐！怎么还唔行啊？师傅啊，你啊喊我吧哦，尽行经验，根本呀对现实行到山脚下，所以啊，我爱添起嘞。哎呦！师傅啊，你看哦，这头前啊有一户人家，那么我哋去捞佢吐鼻水来是啦。啊，当然，好来。请问你辈度咁有人对不下？有，系嘛人？两位伯妹啊，我哋师徒两人经过此地，想去老伯妹吐鼻水来是啦。好。你系师妹？莫非你也就是师傅你爱情界？哎呀，师兄，你又会来到两位嘞？你都有认识的。唔会正常，你爱情的就是佢。哦，伯妹啊，不对啦，师叔妹，你会搬家，没会老爱师傅同地一下，你干的，爱师傅啊，那2年来，特年都有爱出来，请你掉，爱啊，都夹帮爱师傅吵死嘞。